有第一次听过署名表演的吗？真的哦，辛苦你了。其实我蛮红的啦。那个场地你就知道，然后早点排队的。很怪，就是他们两个敢举手。其实我唱国语歌很少，然后我今天还会唱一点点这样。就是我有写歌给一些国语歌手，最近这一年很努力的在想办法把自己的事业推向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歌手那边。但一方面，其实我有我想要表达的一些事情。我来自台东，然后都兰部落我土生土长都兰国小，听过没有？杰出校友。我都兰国小毕业，都兰国中毕业这样。我很爱我的家乡，所以我才在就是这几年，就是常常用演唱会的形式，当做我回去带部落青少年的一些基金这样。用演唱会的方式来台北骗钱的，对不起，一路就骗到这个时候了。但也是因为大家很喜欢都兰啊，我发现都兰开始不太一样啊。一方面我这5年我也常常用回去带部落的青少年，也希望让他们对自己的族群跟文化是有信心跟有兴趣的。可是很妙，我觉得真的是我不晓得啊，真是上帝安排啊。就在这5年之后，台湾那么漂亮的海岸地，即将面临33个 BOT 案的 BOT， 我很害怕，真的。其实我老实讲，因为我住在当地嘛，你们不太了解那个压迫感的感觉是什么。但有机会去都兰看，我欢迎大家。很漂亮的地方，靠海靠山。中间一点点地，可是那些地都要被 BOT， 就觉得很可惜。可惜的地方就是你现在去啊，没有人跟你收1毛钱，你要看这些风景。但是如果有一天它像垦丁了，全部的海边的风景都被房子挡住之后，你要看风景，你要住1个晚上，要停车费，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然后当地的人呢，可能只能做一些很基本的一些，虽然他们的口头说要给当地的人就业机会，可是永远做的都是那个基层的工作，不可能当董事长啊。我也很想当董事长，我很怕被 BOT， 到时候我就有机会在饭店里面看到我表演那样子，我不知道那个心情会是怎么样。我不希望看到这样，我真的不希望。这么好的风景啊，这么好的土地，台湾啊这么小一块地，我们不像美国可以在那个沙漠盖拉斯维加斯，我们没有多少地了，你知道吗？而且这些资源就也在天边近在眼前。台东没有很远啊，火车6个小时就到，5个小时最快的5个小时的。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这样那么漂亮的风景，别的地方找不到，就剩下台东花莲。我们一起帮忙好不好？好。好，那待会会有更劲爆的人出现哦。等下的场面会有点像还我土地的真实现场。对，请珍惜现在听音乐的氛围。好，那我很想唱这首歌，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很多人喜欢都兰，但我希望他们是真心的，所以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言说你爱我。掌声。歌声从来没有停过，怪去过，不知以后有谁带来问候，困扰太多，互相冷漠，由我来保守。别人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爱我。
的说你爱上我，在不回来之前，先别说出口。还不知所以分手，人生从来没有听过快乐许多，我不知以后有谁来问候，烦恼太多不想了过，由我来保守。别在独揽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别在独揽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谢谢。